第二，限制廣告的規模；第三，節省廣告的開支。還有，他們幾點要突出：第一，突出獨到之處；第二，在同類產品中的差別性，就是他們的優勢在哪；第三，要突出厂標、厂牌；第四，加強消費者对企業的信心。以下这些就是我从这个企劃案中挑出來的重點。哎，小李，那個案子你趕快交給我啊！林總，果然没有讓我失望啊！士為知己者死，林總，您這麼重用我，我要對得起你對我這份看重。不過，我還希望林總你能早點歸隊。盛世年華這個單子對我們很重要，不過要想真的拿下來，還有一定距離。畢竟我們不是 4A 公司嘛。剛才我在會上那麼說，是為了給大家打氣。我不在的時候辛苦你了。如果我們公司不能不斷的發展，很快就會被那些新興的小公司給擊垮。沒有你說的那麼誇張吧？這麼說吧，如果要參加這次競標的話，總共需要公司投入什麼樣的資源？很簡單，把我們公司全部資產都押上去，達到 4A 的資格，然後參加競標。那萬一？沒有萬一。我幹了這些年，最不願聽到的就是萬一。只能成功。你這樣做不是搏命嗎？我不贊成。我也不贊成。林總，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，4A 的認證完全通過了，手續正在辦理中。太好了，需要我過去嗎？不用了，嫂子醫院還需要你照顧，這邊有我呢，你就放心吧。我就是向你請示一下，給辦事中間人的這部分款，以什麼名目向財務